咁辛苦搶到飛，訂好機票酒店，終於可以飛去韓國睇歐巴。咩話？航班因天氣原因延誤，趕唔切開場，唔止將飛蝕咗，連酒店錢都蝕埋。想安心去海外追星，其實搶到飛準備出發嘅同時，亦都需要準備一份旅遊保險嚟保障旅程。萬一遇上突發狀況，無法參與已預定活動，都可以獲得保障。以安聯旅遊保險金計劃嘅缺席海外預定行程保障為例，如果你出發去日本睇演唱會前，航班因天氣原因延誤，導致你錯過咗演唱會，呢種情況下，你只需提交保險申請證明，並附上航空公司提供嘅延誤確認書面證明，即可以獲得最高3000蚊嘅缺席海外預定行程賠償。另外，如果你因不可預見嘅原因，例如公司裁員、計劃改變、行程衝突、突發工作安排等等，需要取消或者更改旅程，今計劃可賠償最高75%取消或更改旅程所損失嘅預先支付旅費，但需要喺出發前6天或以上前投保，並需要喺出發前24小時內通知運輸公司或者住宿提供者。仲有演唱會人逼人，萬一唔小心跌咗部電話，連歐巴嘅靚相都冇埋，可以話係人財兩失。所以選購旅遊保險嘅時候，可以留意埋有冇遺失行李嘅相關保障啊。提提你，記得出發前就要買定旅遊保險，投保前記得睇清楚保障範圍。如果你1年內飛幾轉追星嘅話，買全年旅遊保險就更抵，隨時飛都受保。即刻上 Money Smart比較單次或全年旅遊保險，獨家投保優惠低至55折。